今闻难了死。肃拜真师反尧西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。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5前卫严谨。肃拜公常早归根4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。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。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。三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礼，得了窍妙回老家务又本末，是有终始之所先后，则敬道矣。信教不爱修道，但不宜只有信教，耽误修道，本末倒置。实在可惜，点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：所谓道，呜呼！在庄子曰：无所不在。东郭子曰：其而后可。庄子曰：在蝼蚁。曰：何其下也？曰：在蹄。百。曰：何其欲下且？曰：在瓦辟。曰：何其欲甚且？曰：在使逆。东郭子不应。庄子曰：夫子之问也，故不及直。正或之问于间是履兮也。每下欲况，汝为莫必，无乎陶物。指道若是，大言亦然。周天贤3者，一名同时，其之义也。庄